讓我們用掌聲跟尖叫聲來歡迎我們非常厲害的學姐林雅婷，掌聲來歡迎。沒有男生可以抬我。在哪裡？我們向後轉一下，來點尖叫聲。對啊，你們不要那麼認真，不要那麼認真。老師，音樂大聲一點好嗎？你们会唱吗？看重這個舞台，對，我覺得那時候比賽的時候，我們都非常緊張。對、啊，尤其你在比這個那個什麼過五關斬六將的時候，哇塞！你看我也我那個更緊張哎。對，剛好我那一集錄的時候，你剛好要那個模網賽。對，那時候還在努力啦。對啊。可是我覺得我身為一個學姐啊，我必須，我工程部的啦。沒有，我身為一個學姐，紅人榜的學姐，我還是要告訴你們，其實紅人榜看的不是誰不犯錯什麼的，其實紅人榜這個節目真正看的是誰在這個燈光下唱出最真誠的自己。對，所以你們只要掌握這個點就好了。
是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不管怎麼樣，我們都要很享受這個舞台，就是把自己呢盡情的展現出來。你也不用害怕錯誤。對，你是什麼個性，你就是把它展現出來。你看我就是這樣很鏘，對，很鏘，把那個邏輯上面的耳機沒有，其實我也是很緊張，好不好？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，真的不要緊張。因為我覺得雖然是一個非常棒的舞台，但是如果你一緊張的話，可能你的機會就錯失了，對不對？對，所以我你緊張的時候，你千萬不要看評審老師，因為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唱錯還是怎麼樣，你看評審老師，你反而會覺得很有壓力，反而會更緊張。對。所以我覺得你就真的很緊張的話，你看台下的各位朋友，因為他們現在他們的熱情就是你們當下拿出來的底氣。是的，就是你们就是身上有的底氣，就是在場各位朋友的熱情。所以不管怎麼樣，我覺得還是要互相加油打氣，還是怎麼樣？你們說的，你們覺得我說的有沒有對？有，對不對？來掌聲一下。拍手機的好多啦，好啊，下過來呀，好啊，下過來。還是有記，我是突然忘記，其實我會講，婆啊蝦，掌聲啊！對，婆啊蝦，什麼？拍手？婆啊蝦，拍手怎麼講？婆啊蝦有人會講嗎？婆啊蝦，你們這欺負我！婆啊蝦啊！婆啊蝦。是啊，掌聲給自己之外，其實呢，他對自己也是一種那個激勵的感覺。對，所以我還是覺得雖然你們是目前就是敵人吧，算敵人，對方彼此都是敵人，對不對？你們有好同他們兩個是同學還是？你看，其實閨蜜嗎？同學，其實他們兩個在互捏這樣。對，你不要引哦，你不要給我引哦，你給我注意一點，你不要給我唱太好。我剛剛以為只有學校的參賽者，就沒想到我剛剛我聽一下原來還有我們那個校外的。對，校外的在哪裡啊？校外的話，跟我們舉個手一下，如果你今天有來報道了。其實也蠻多的哦。你們很緊張嗎？緊張嗎？很緊張嗎？有這個。有啊。這位美女說那個穿很亮的那個黃色外套的。緊張嗎？你緊張嗎？你緊張死我！穿不亮。我跟大家講了，因為今天平常是離大家蠻近的哦。那我發現嗎？把評審老師當西瓜。對啊，我們今天上來呢，就是要緩和大家的氣氛，不要緊張。對啊。對，不要緊張，因為你認真的話，呢，對自己來說當然是加分，但是如果又加了這個緊張的成分，我跟你講，你會不知道你自己在幹嘛，對不對？可以這麼說。對，你真的完全不知道你自己在幹嘛，對吧？所以呢，大家不要緊張，好不好？這個還有就是就是去紅人榜比賽過的，然後又在。對，有沒有再回來的？再回來？其他場有啦，其實其他場我心裡沒有遇到。對，其實我們這個舞台會歡迎很多的朋友繼續陸續的來參加，這樣，對不對？所以大家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因為呢，今天我們雅婷呢回來這邊呢，除了讓大家呢可以緩和這個緊張的氣氛之外，其實呢，你看，聽說好像還有這個新歌的部分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我的那個單曲。對，你們有聽過嗎？好，我去聽。我有聽到小聲的說有嗎？對，有沒有？但是我不知道是在哪一邊。就算有，還是沒有，我還是要想要唱一下。一定要唱一下，對不對？可以。好，那我們清唱一小段。OK，來。這一首歌叫《Uncle》，大家鼓勵一下好不好？來。好，那我就不要唱了，謝謝。我想要你開我的花口，有聽過嗎？好，有聽過這樣就好了。這麼短啊？等一下，這麼短啊？對，有聽過就好了，我不要給他們壓力。那他們自己上去搜尋。對啊，一定要搜尋一下，學姐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對，搜尋之前先去我的那個超級紅人榜粉絲專頁幫我們雅婷按個讚，對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，可以嗎？可以，大聲一點啊，可以嗎？是有開嗓的，對，這樣。我一直在幫助你們開嗓，你們一直給我墊的，你們。其實我們學姐呢非常的好，就是為了緩和大家而已嘛，對不對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。好，那麼呢，接下來我們要唱的歌曲要不要分享一下？現在唱的這一首歌是《金包銀》。哎呦，
是那個蔡秋鳳也是，哇塞！可是我這一次唱的版本就是比较不一樣，就是我自己就是就老師他们对。哇，我期待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等一下热情的给我们学姐。那这个階段，我先邀請1到10號，1到10號，我再講一次哦，1到10號來到我們面對舞台的右手邊來做準備一下，好不好？1到10號總共10個人，只有4個人。你們，你看6個不見了，你們有勝算哦，有勝算了，6個不見了，是，不要緊張，不要緊張哈，我們小那個對手對自己來說也是信心加分啦，好不好？是，對，那這首歌曲呢，我們雅婷這邊呢，其實有做一些改編，我覺得呢，有好的音樂呢，就是要呈現給大家，不管是好的歌是好的音樂，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熱情一點，給我們的學姐雅婷，好不好？來，掌聲來歡迎。稍後我唱，雖然是做兄弟，你們要唱兄弟會嗎？來，那我們試一次。雖然是做兄弟，好，好。我的心裡
学姐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虽然呢，大家带着这个紧张的